咦，你咪陳春福？喂，你講清楚啲，係奧脱陳春福啊！歡迎大家收聽奧脱陳春福 Podcast 節目嘅第一集。咁我就係奧脱陳春福啦。咁喺正式開始之前呢，一定要先多謝各位網友、各位曼聯球迷喺過去一年啱啱開始呢個 Facebook page 嘅時候呢，一路以嚟成年以嚟嘅支持啦，亦都有唔同嘅網民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 又好、Threads 又好、IG 又好，甚至乎喺Coffee 嗰度呢，有少量課金。繼續支持我製作唔同曼聯相關嘅內容嘅，咁喺呢度呢，先向大家講聲多謝先。咁先講講今次呢個節目嘅一啲基本資料啦。呢個 podcast 節目呢，都係我小試牛刀嘅作品啊，唔知會唔會持續到落去啊？如果大家覺得好聽嘅話呢，值得支持嘅話呢，可以多啲分享俾身邊嘅曼聯球迷。呢個節目暫定呢，就每星期會有一集嘅。咁其實呢，本身呢個錄音嘅環節就希望喺上個星期做嘅，咁但係因為呢屋企發生咗啲事啊，所以呢就唔能夠成功錄到音，咁就拖下呢，就唯有今日先至錄到。今日嘅時間呢，就係喺溫哥華嘅3月30號中午12點左右啦。咁呢個節目就暫定每星期一集，內容同埋方向呢，就希望係每集會挑選一啲唔同嘅關鍵字。呢啲關鍵字呢，好多時除咗關於一啲曼聯嘅重要消息之外，亦都會包含一啲報道裡面未必有提及到、忽略咗嘅細節。希望包含咗呢啲內容喺裡面嘅時候，令到曼聯球迷可以有一個更加清晰嘅 big picture，知道呢相關報道以及曼聯實際上發生緊啲咩事。除咗呢啲補充嘅報道之外，亦都會有一啲相關説話嘅背景啦，解釋一下講呢啲説話背後嘅 context 係乜嘢啦。有需要嘅話呢，仲會引述埋報道嘅原文，同埋做埋自己嘅翻譯嘅。呢個節目呢，大概就係咁樣嘅一回事啦。希望盡可能先講咗事實啦，再去做相關嘅評論。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呢，都可以隨時反映俾我知道嘅。基本嘢就講到咁上下啦，不如就直接進入今集嘅主題咯噃。先講第一個關鍵字，就係 Glazers out。尤其是咧，最近好多報道都係講關於曼聯嘅財政狀況啊，亦都見到好多公開嘅網民留言就話：喂，你冇錢，唔好搞咁多嘢啦。Sir Jim Ratcliffe 又話英國首富，又要裁員有剩咁樣。但係其實咧，有一個名字喺呢啲報道裡面咧，其實出現得比較少嘅，都有啲會講下嘅。但係 Glazers out 呢個字咧，先至係曼聯財政狀況出現問題嘅最大元兇。有一啲基本數字咧，好希望可以再重溫一下啦，等大家知道咧即係佢哋對於曼聯嘅影響力啦。點解會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呢？其實係好重要嘅。格拉沙家族喺2005年收購曼聯，呢單交易咧總共係涉及7億9千萬英鎊。我諗簡單啲講就係大概8億啦，好接近8億英鎊噶啦。喺呢8億裡面咧，有5億1800萬英鎊係唔同形式嘅貸款嚟嘅。即係基本上喺呢單收購上面，大部分嘅錢都唔係佢哋自己出，係佢哋自己借翻嚟嘅。喺2005年收購咗之後，去到2024年尾，格拉沙呢一共從股份嘅買賣、公司嘅派息，甚至乎球會嘅管理費，一共係收取咗一個巨額嘅數字，自己袋咗落袋啊！咁到底呢個巨額數字有幾多錢呢？嗱，俾3秒鐘大家自己估算一下啊！3、2、1，喺呢20年裏面，一共係收咗13億5千萬英鎊。你冇聽錯，係13億5千萬英鎊。就算將呢一嚿錢呢，將呢一嚿錢減少一半擺翻落球會嘅投資呢，曼聯其實而家就唔會咁頭痛啦。呢個就係點解去到2025年，曼聯球迷仲係講緊 Glazers out 嘅原因。咁由於格拉沙家族將自己借錢買曼聯嗰條數呢，轉嫁咗落去曼聯嗰個球會嘅數簿嗰度啦，所以其實曼聯呢個球會已經為格拉沙家族借錢而引起嘅利息呢，還款超過10億英鎊。OK， 即係其實話佢哋自己袋咗13億5千萬，然後因為佢哋借錢，我哋幫佢還利息，亦都還咗10億。
嗰度加埋咧都20幾億英鎊噶啦。去到今時今日，球會嘅債務你可能會覺得，喂，咁你都冇還個錢，一路都係還息，咁都係 keep 住喺5億鎊左右啦。唔係喎，因為佢哋借錢嘅銀碼咧係用美金計算嘅，但係曼聯嘅數報咧係用英鎊結算啦。所以基本上喺咁多年嚟，因為匯率啦，因為債務整合啦，諸如此類啦，由最初嘅5億鎊負債，去到今時今日已經去到6億8千萬英鎊啦。OK， 呢啲重要嘅數字呢，我希望曼聯球迷可以知清楚啦。尤其是喺最近關於曼聯財政有問題嘅報導上面呢，未必有提及太多。但係其實呢啲錢呢個數字，如果大家細心諗一諗嘅話呢，其實將部分嘅錢擺翻落球會，我哋就唔會去到今時今日咁樣不停俾人取笑話，哦，你又唔夠錢，你又要裁員，又諸如此類。嗰啲錢唔係去咗第二度，唔係話蝕咗諸如此類，係一啲不必要嘅債務啦。同一時間，格拉沙家族自己亦都袋咗好多錢走。OK， 呢個就係基本事實啦。咁除咗錢之外，格拉沙對於曼聯仲有啲乜嘢影響呢？先講講過去呢個夏天呢，其實有啲相關嘅報導，譬如好多唔同嘅英超球會都會去到美國巡迴啦，有一啲表演賽，有啲熱身賽，有美國班主嘅球會，例如利物浦呢，佢哋都係會帶呢啲英超嘅球員去睇自己喺美國嘅一啲業務嘅，睇其他唔同球隊嗰啲訓練場啊，同當地嗰啲球員，即係唔同運動嘅運動員交流啊。OK， 唯獨係格拉沙呢，冇帶過曼聯球員去睇佢哋自己旗下嘅另外一支隊伍，就係 Tampa Bay Buccaneers， 就 Tampa Bay 嘅海盜隊。OK， 咁點解佢哋會唔敢做呢？其實有一個講法就係 ESPN 嘅 Mark Ogden 就報導過啦，就話其實 Tampa Bay 嘅設施啦、訓練場啦、各種嘅支援嘅服務啦，都係比曼聯好太多。佢哋唔想曼聯球員去到美國見到原來同一個老細喺自己即係喺曼聯球會呢度吸咗咁多錢之後呢，係投放咗咁大量嘅資源喺美國嘅另外一支運動隊伍身上。同一時間亦都有最近亦都有一啲關於美國運動員之間嘅匿名嘅 survey 啦嚇，就問下到底你哋覺得你哋嘅班主係咪好班主啊？有冇提供足夠嘅資源去支援你哋啊？嗰個 survey 嘅結果呢，就係由 A 到 F 咁樣評分嘅。咁大家又可以考慮一下，又可以諗下，到底 Tampa Bay Buccaneers 呢隊波呢，佢哋嘅運動員點樣睇 Glazers？OK， 點樣睇格拉沙家族？結果出嚟嘅評分呢係 D 加。亦都係講緊嗰個訓練場所裏面嗰個隊伍嘅內部呢，有一啲位置係好唔衞生嘅，好似曼聯咁樣啊。有啲位置呢係好污糟啊，太殘舊啊，諸如此類。咁到底誰是誰非唔知道啦。咁但係總之簡單啲講呢，就係我諗無論喺英格蘭又好，還是喺美國都好呢，格拉沙都係一個不折不扣嘅壞班主。第二個關鍵字當然呢就係 Ineos 同埋 Sir Jim Ratcliffe 啦，尤其是最近呢個英國首富就同好多唔同嘅傳媒做咗啲專訪，大家都應該消化咗成2個星期㗎啦，應該都再冇新嘅資料。不外乎呢個即係訪問嘅內容呢，都係講緊以前嘅管理好有問題啊，佢抌咗好多錢落去，避免咗曼聯呢喺一段好短嘅日子裏面呢，會唔夠現金用啊，甚至乎亦都有講到部分球員可能係人工過高啦，就算今季唔買人呢，佢哋仍然係即係付出緊資金去找埋嗰條尾數咁樣嘅。OK， 咁 Ineos 同 Jim Ratcliffe 一定會係呢個第二個關鍵字啦。先講講啲基本事實先啦。Ineos 而家喺曼聯大約係擁有28% 嘅股權，但係喺球會嘅董事會裏面呢，格拉沙家族仍然有超過2/3嘅投票權，而呢啲董事大部分都係佢哋家族成員同埋佢哋嘅親信。咁到底係啲乜嘢促使到 Ineos 同埋 Sir Jim Ratcliffe 可以成為曼聯嘅其中一個股東呢？咁就要睇翻呢，其實曼聯到底係咪真係好唔掂，需要有一啲人去打救佢哋，需要咧去注資啦。雖然曼聯係由2005年開始就轉咗手啦嚇，俾格拉沙買咗。但係其實營運得唔好係近呢6-7年嘅事，正如 Sir Jim Ratcliffe 喺佢嘅訪問裏面所講啦，曼聯係連續7年蝕錢嘅，
點解可以捱到咁耐呢？其實好大程度係因為球迷嘅忠誠啦、商業嘅贊助同埋國際品牌嘅效應。即係衰啲講啦，就算好似雲高爾咁話啦，曼聯只係一個商業機構，唔係一間球會。喺商業方面呢，其實我哋都營運得唔錯嘅。咁至於實際上係幾時開始蝕錢呢？The Athletic 就請咗一個專門做財務報表嘅專家去寫唔同球會嘅財務狀況。睇翻過去咁多年，其實喺2019至到2020年嘅球季，曼聯嘅稅前利潤就開始變成虧蝕啦。一直咧去到2021同埋22年球季，球會管理層見到當時嘅領隊蘇斯克查未必可以攞到歐聯嘅資格，同一時間睇埋個數簿咧又唔係好靚仔，於是乎佢哋就決定更換個領隊啦。2022年嘅暑假，球會嘅稅前虧蝕係去到1億5千萬英鎊。咁大家都知啦，近呢幾季咧接任蘇斯克查嘅即係嘅唔係 temporary 嘅領隊啦，係長約嘅領隊咧就係坦克啦。喺暑假開始，亦都大灑金錢。喺2022至23球季咧，雖然就冇乜點賺錢啦，埋單計數嘅時候，稅前就只係虧損咗3200萬英鎊。到底歐聯呢條數對於曼聯嚟講有幾重要呢？大家記得嘅話，喺2023-24球季，其實我哋都有去到歐聯嘅。不過好不幸啦，就係喺小組賽就要出局啦。曼聯只係踢咗小組賽呢個咁短嘅時間參與咗歐聯，為球會帶嚟幾多錢呢？曼聯係分得到5400萬英鎊嘅轉播費，嗱係5400萬英鎊啊！其實條數咧係相當大嘅，尤其是你考慮到歐聯嘅比賽其實唔係真係咁多。我哋亦都只不過係踢過小組賽。咁其實喺以上嘅趨勢，你見得到咧。曼聯好依賴嘅其中一個收入就係歐聯嘅轉播費，但係同一時間，當個教練或者球員唔能夠，即係球隊唔能夠晉身歐聯資格嘅時候呢，曼聯就會炒教練啦，希望新教練為球員帶嚟一啲即係短暫嘅小陽春，亦都會花巨額嘅資金買一啲即食嘅球員翻嚟，嘗試咧喺下一季再奪取歐聯資格，可以咧賺到呢幾千萬鎊。但其實呢條數咧係唔襟計嘅。同一時間，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有好多個年份咧，格拉沙都係會攞錢袋落自己袋嘅。所以話其實格拉沙見到曼聯收入開始唔穩定呢樣嘢咧，係有一啲計算喺裏面，佢知道嘅應該，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 Ineos 咧就成為咗喺佢哋所謂即係策略性重整啊，股東嗰個部分咧就入咗嚟，有28% 嘅股權。而其中一個喺呢單交易裏面最瘋狂嘅嘢呢，就係格拉沙家族委任咗啲財務機構，委任咗啲律師去處理呢個股份嘅買賣。呢一單交易嘅行政費用全部都係計落去曼聯嘅數簿。儘管係佢哋將自己嘅嘢賣出去，佢哋自己袋咗 Sir Jim Ratcliffe 俾佢嘅錢，Ineos 俾佢嘅錢，但係實際上呢一單交易嘅行政費呢，全部都係計落去曼聯嘅數簿嗰度嘅。第三個關鍵字當然咧就係人事變動啦，尤其是最近最多人講嘅新聞咧就係曼聯要裁員啦，曼聯個新老闆係冇錢啦，我哋咧即係對員工好差，好冇人情味，諸如此類。咁喺咁多呢啲報道裏面咧，其實係令人傷感嘅事，當然就係即係效力曼聯嘅員工，除咗佢哋係曼聯球迷之外，其實佢哋本身都係一個人啦，佢哋本身都有家庭啦，呢件係一件傷感嘅事嚟嘅。咁我亦都唔係話見到曼聯係應該裁員，呢啲人應該咧係冇份工嘅，絕對唔係我嘅立場啊。咁但係調翻轉，如果我哋要討論曼聯嘅人事問題呢，我哋可以睇翻一啲過往球員出嚟公開做嘅訪問，例如蘇爾啦，蘇爾喺過去一段日子，尤其是喺歐聯唔係喺英格蘭晉身咗呢個歐國杯嘅時候呢，佢都有做過個訪問，因為佢係有份入選英格蘭國家隊嘅。咁我都知道好多曼聯球迷都好嬲嘅。但係其實有一個重點呢，大家比較少提及到嘅就係記者問到蘇爾點解即係你傷咗咁耐啊？係咪有邊個特別犯錯啊？係咪領隊逼你復出啊？咁樣當時蘇爾嘅回應就係話：It's a bit of everybody's fault，即係每個人都有佢嘅
部分呢，係導致到呢個結果出現，導致到呢喺坦克第二季佢有好長嘅一段時間，所以係冇得上陣嘅。咁去到近期少少咯，譬如華拉尼嘅一啲訪問啦，佢除咗講到自己喺曼聯同埋皇馬踢波嘅日子之外呢，亦都有講過，曼聯嘅管理層好似唔知道到底足球部門要點運作，有啲乜嘢原則啦，有啲乜嘢方向啦，有啲乜嘢唔能夠即係唔可以放低嘅 principle 啦，冇嘅，好似話呢，大家都係冇一個好清晰嘅決定嘅架構。唔知道呢某啲問題出現嘅時候，應該由邊個去做決策，係一個集體決策。而佢講呢番説話嘅時候呢，並唔係話呢個集體決策呢係集合咗眾人嘅智慧啊，反而係總之混混噩噩，唔知點樣呢就解決咗個問題啦。可能個問題呢冇真正解決到嘅。OK， 其實呢個就係如果要去理解曼聯內部運作嘅一啲旁支呢，我會先參考咗呢啲球員現身說法嘅意見，同一時間再睇翻 The Athletic 嘅報導啦。當然有提及到實際嘅數字，譬如炒咗幾百人啦。但係更加重要嘅一點呢，亦都有話 Ineos 入主咗之後，有發現某啲部門嗰個衞生狀況好差，譬如電腦即係 IT 部門呢係好污糟嘅。同一時間亦都話整體成個曼聯嗰個球會內部嘅運作呢，係有一種 mediocre。即係接受咗平庸嘅表現，加上曼聯本身亦都為員工咧提供好多福利啦，有好多接送啊，有好多免費午餐啊，呢啲亦都係有機會導致到球會內部唔係一個崇尚勝利嘅文化嘅原因。咁到底係咪真事呢？我冇喺入面打工，我唔知道。但係呢啲係我可以揾到嘅資料，大家信唔信呢？可以自己再參詳一下。但係有一啲重要嘅任命，主流嘅媒體咧比較少報導嘅。以下落嚟咧會講一啲名字啦，等大家知道其實呢啲係一啲重要嘅人，亦都係出色嘅人，係加入咗曼聯，幫緊曼聯呢個 project 嘅。先講第一個就係 Roger Bell， 佢係曼聯現任嘅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即係財務總監。Roger Bell 本身咧都唔係一個唔知邊度嚟嘅人，就做咗曼聯嘅高層。好似以前 Ed Woodward 咁樣咧，佢本身係一個會計師，輾轉之下就成為咗咧曼聯嘅 CEO 啦。Roger Bell 唔同嘅 ，Roger Bell 本身喺 Ineos 做咗25年，喺呢25年期間咧，佢都有幫手去打理 Ineos 其他嘅運動嘅 project， 包括平治車隊啦 Formula One， 亦都有包括喺法甲尼斯嗰個球會管理嘅運作啦。佢睇數睇體育相關嘅數字咧，係唔係第一次噶啦？佢之前嗰25年喺 Ineos 咧，都係有涉獵到呢個範疇嘅。而家佢係曼聯嘅財務總監。第二個名字係 Jason Wilcox， 我諗有跟新聞嘅人咧都會知道噶啦。Jason Wilcox 咧就係曼聯而家嘅技術總監 （Technical Director）。佢以往咧係一個球員，係一個左翼嚟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同舒利亞咧喺布力般流浪做過隊友。但係掛咗靴之後，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效力曼城嘅。咁 Sir Jim Ratcliffe 對佢嘅評價係話，由於曼聯嘅數據部門咧非常之落後，我哋嘅球探嘅報告唔能夠提供到，即係唔能夠用數據輔助到等足球部門咧知道到底邊啲球員係表現得好，邊啲球員表現唔好，或者邊啲新星係真係值得簽。而家好大程度一啲收購咧都係依賴 Jason Wilcox 嘅眼睛，由佢去睇到底嗰個球員係唔係值得加盟曼聯啦，值唔值得出手去搶啦。咁近呢一年曼聯簽嘅人咧當然唔係好多，但係睇翻道古啦，睇翻Chido Obi 啦，睇埋即係喺 U 隊裏面嘅譬如 Coney 啦。呢啲咧都係一啲比較有潛力嘅新星，喺球場上面嘅表現咧，亦都係即係交到貨嘅。OK， 咁再即係拭目以待，睇下未來咧係咪真係繼續依賴佢對眼係有足夠係揾到好嘅人啦。第三個名字係 Christopher Vivell， 佢而家係曼聯嘅 Director of Recruitment。雖然咧佢喺上個暑假已經嚟咗曼聯噶啦，但係佢當時咧係一個臨時合約嘅性質。可能新嘅管理層當時都唔知道佢啱唔啱啦，又或者係即係見過Dan Ashworth 之後咧，就見過佢喺帕克啊，真係唔好簽長約住啦，睇定啲先。再加上咧 Christopher Vivell 咧喺效力曼聯之前，
除咗佢喺德甲有即係一啲比較驕人嘅成績之外，亦都短暫效力過車路士。但係當然佢喺車路士咧同嗰啲管理層就唔係好夾，亦都唔係話效力咗好耐咧就離開咗。咁佢嚟到曼聯咧，短短半年嘅時間就可能交咗一啲功課出嚟啦。呢個我唔知道，但係某程度上佢應該係中意曼聯呢個 project 嘅。點解咁講呢？因為佢簽嗰份臨時合約同佢而家呢份長約，根據報道所講呢， Christopher Vivell 係減薪加盟曼聯嘅。呢份長約呢，佢係少咗人工。OK， 接住落嚟有 Mark Armstrong， 佢係 Chief Business Officer， 亦都係即係商業嗰個部門嘅最大嗰個啦。Mark Armstrong 喺效力曼聯之前係效力 PSG。大家都知道啦 ，PSG 咧係喺法甲裏面一支即係富豪級嘅球隊。佢最富豪嘅原因咧，除咗因為佢哋有好多明星之外，亦都係因為佢哋本身係中東班主。咁啊，呢度少少個人意見啊，其實中東班主嘅球會咧，好多時喺外國睇上嚟都會俾人話係 sport washing， 即係用運動去洗白嗰啲財團嘅一啲形象。咁當然啦 ，sport washing 咧，除咗話要即係有好多錢可以抌落嚟之餘，更加重要嘅係佢想呢啲錢變成乾淨嘅錢。大家亦都見到 PSG 咧係應該係世界上第一隊嗰個運動球衣嘅贊助商咧，唔係 Nike 唔係 Adidas， 係 Jordan Brand。好多呢啲商業嘅企劃都係透過 Mark Armstrong 先至成事嘅。喺佢效力 PSG 之前呢，亦都有經驗效力過美國嘅籃球聯賽 NBA。咁所以呢個人呢，亦都係有一啲往績係相對地成功啦。佢而家係曼聯嘅 Chief Business Officer。再講落去呢，就係一啲喺運動場以外嘅人，但係都係幫緊曼聯嘅。其中一個名呢，就叫做 Harry Mara， 佢係曼聯而家嘅 Athletics Consultant。集中係要講咧，即係以佢嘅經驗去協助曼聯球員點樣跑步。佢本身係訓練跑步運動員嘅一個教練，但係佢嚟到曼聯其實係做啲乜嘢嘅呢？好多時應該係提供一啲運動上面嘅知識同埋專業，去令到曼聯球員可以跑得好啲。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呢， Amorim 我哋而家嘅主教練都講過，如果我哋要贏到英超，我哋一定要跑到好似癲狗咁樣 ，run like mad dogs。咁 Harry Mara 就係跑步方面嘅專家啦，佢係為曼聯整個球會嘅運動員咧提供一啲相對專業嘅意見，係關於跑步方面嘅表現嘅。咁你話做運動以外有冇其他人睇埋運動員其他方面啊？另外一個名叫做 James Morton， 佢係 Liverpool John Moore University 嘅教授，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一個相當出色嘅營養師。但係呢個營養師而家係咪效力曼聯呢？唔係，佢效力嘅係 Ineos。佢嘅往績係曾經成功透過調整運動員嘅即吸收啲乜嘢營養啦，佢嘅餐單啦，幫助到英國嘅單車隊由未能奪冠嘅實力咧，最終係成功攞到冠軍。再講落去呢，有一個名叫做 Gary Hemingway， 呢個人就係接替 Dominic Jordan 喺曼聯球會內部去做一啲 data science 嘅嘢。正如即係 SJR 喺嗰個訪問裏面都有講過，曼聯嘅數據部門咧已經係上個世紀嘅產物啦。而家最重要嘅其實係做緊一啲重建嘅工作，希望建立一個現代嘅數據庫。喺而家呢個世代，唔係淨係講緊利物浦啦，唔係淨係講緊曼城啦，甚至乎係賓福特都係有一個好專門嘅數據部門，連同一啲當地嘅大學教授去做一啲運動表現嘅相關嘅資料嘅研究啦，或者係球員傷病嘅研究。其實賓福特有一單新聞呢係幾應該留意嘅，就係賓福特呢隊波同埋法蘭佢哋嘅領隊，連同一個運動表現嘅教授呢，發表咗一個醫學文獻，就係講到底喺一個高強度嘅運動上面呢，點樣可以減少同避免球員嘅傷患。呢個醫學文獻係成功發布咗嘅，但係喺發布之前，賓福特同埋領隊法蘭呢已經用緊呢一啲練習去避免球員有嚴重嘅傷患。再講落去，亦都係最後一個名字，就係 Sam Erith， 就係而家曼聯嘅 Interim Performance Director， 係睇緊整體曼聯球隊表現嘅一個總監。佢以往咧亦都係效力曼城嘅，亦都係因為佢同Jason Wilcox 嘅關係啦，佢就喺曼城過檔咗過嚟曼聯。佢嘅
任務呢，主要就係睇晒即係足球隊唔同運動員到底有冇喺場上面盡力啦，點樣去正確分析收集翻嚟嘅數據啦，諸如此類，亦都係有英超經驗嘅一個專才。喺好多新聞都講曼聯裁員嘅時候，我覺得呢，我有責任講翻少少關於即係 Ineos 入主之後揾嚟好多係有往績，亦都有專業人士經驗，同一時間又肯減人工，甚至乎簡單啲就係話曼聯係少咗人可以用嘅，佢哋都肯嚟。咁我希望呢，呢個係一個好嘅兆頭，好嘅趨勢啦，係代表咗曼聯呢個 project 係有希望嘅。呢啲人都見到一條完整發展嘅道路喺佢哋面前，可以透過佢哋嘅貢獻呢，令到曼聯更上一層樓。事實同埋報道內容呢，就講得七七八八啦。喺呢個時候呢，大家有啲咩判斷啊？交俾大家自己去點諗啦。我又講下我自己嘅評論啦。我會話呢，其實曼聯而家呢個狀況呢，係好多個錯誤嘅決定造成嘅。當然啦，一大部分呢，我嘅睇法就當然係關於格拉沙啦。但係同一時間，過往嘅一啲management 佢有佢哋嘅問題。Sir Jim Ratcliffe 喺嗰個訪問裏面亦都有提到啦，譬如前一任嘅 CEO Richard Arnold， 佢本身呢都好少睇足球嘅，佢係一個欖球迷。再之前 Ed Woodward， 佢嘅錯誤直情係罄竹難書，佢本身亦都只不過係一個會計師。OK， 但係有好多呢啲凡此種種嘅問題呢，喺訪問裏面 SJR 都係將嗰啲錯誤歸咎喺呢啲前朝嘅管理團隊。但係咁多個訪問裏面，只有加里仔一個喺 Sky Sports 呢就有提及到，喂，如果以前嘅管理團隊有咁多錯誤，其實咁樣唔係屬於管理不善咩？唔係大股東有責任咩？佢用嘅字眼呢係 negligence。OK， 去到呢個時候呢， SJR 就比較即係勉強咁樣咧，將格拉沙咧擺埋入去呢個訪問，作為成為內容嘅一部分。但係我哋要知道嘅嘢，另外一樣嘢就係佢都未必係講緊佢自己睇嘅事實嘅全部。尤其是當我哋知道咧喺Ineos 入主曼聯買咗20%股份嘅時候，喺紐約證券交易所裏面咧，其實係有一份文件叫做 Mutual Non-Disparagement 嘅 clause， 即係話咧唔可以互相貶損對方啊，股東之間唔可以互相批評對方。於是乎 SJR 出嚟做訪問，除咗俾球迷一個交代之餘，某程度上你都可以想像到佢未必可以講得到晒，即係佢心裏面點樣睇過往嘅管理不善，有幾多係純粹管理層嘅問題，有幾多係格拉沙嘅問題，甚至乎喺即係再講翻2季之前啦，安東尼用超高價咁樣加盟曼聯，當中其中一個原因，亦都係因為格拉沙喺美國，而曼聯做交易嘅時空咧係喺英國，嗰個時區嘅差別導致到曼聯錯失咗好多揾替補右翼嘅名單嘅成員。同一時間，亦都因為佢好遲先岌頭，嗰陣時已經開咗季啦，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安東尼嘅身價咧會變成咁高嘅。除此之外咧，喺準備呢個節目嘅內容嘅時候，亦都因為我錄音嘅時間遲咗啦，我再聽多少少即係譬如 The Talk of the Devils 呢個 podcast 節目嘅一啲內容。其中一集呢，最近嘅其中一集就講到青訓系統嘅一啲轉變。除咗話即係一隊有好多改變，有技術總監、有足球總監，有好多唔同嘅人事變動之外呢，青訓呢個系統係比較少變動嘅。而最新一集嘅Talk of the Devils 咧，亦都有訪問曼聯嘅現任青訓總監 Nick Cox。訪問嘅人亦都有，即係記者亦都有問到佢，你覺得喺新嘅管理團隊嚟到之後，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呢？佢講嘅就係話，覺得成個足球嘅 alignment， 即係由青訓到一隊之間嘅聯繫咧，係強咗。更加重要嘅係呢個聯繫唔係單純話我哋而家踢3中堅啦，所以咧所有青訓、所有 U 隊咧都係踢3中堅，唔係 U 隊仍然係踢緊4後衛嘅陣式。但同一時間 Nick Cox 好強調就係話，到底球員尤其是年青球員點樣 understand the game， 佢點樣去理解足球呢？呢個先至係有機會令到年青球員可以提升上去一隊嘅條件。咁
佢亦都提到啦，譬如 Kobbie Mainoo，佢即係文奴咧，未必係喺青訓嘅時候踢過一個叫做 deep lying midfielder、deep lying playmaker 嘅位置，佢係多啲喺進攻方面嘅貢獻嘅。但係佢上到一隊嘅時候，大家都見到，無論喺足總杯決賽啦，還是係過去嗰一兩季裏面咧。佢都係踢緊一個比較墮後中場嘅位置，亦都有相對幾好嘅表現。咁呢個亦都係講緊到底喺青訓嘅時候，球員接受啲乜嘢訓練，接受啲乜嘢教育，去理解足球係咩一回事，咁樣先至能夠幫到佢哋上到一隊。就算佢哋上到一隊呢，未必係踢緊自己擅長嘅位置都好啦，佢哋對足球嘅認知呢，亦都係有一個叫做 alignment，即係相通嘅。OK， 咁呢個亦都係我希望可以喺呢個節目裏面咧提醒翻大家嘅一啲嘢啦，亦都係最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 come across 嘅一啲資料咁樣。總括而言呢，喺 Ineos 同埋 Sir Jim Ratcliffe 入主咗曼聯做細股東之後啦，你話佢哋係咪做嘅決定全部都係錯？前途咧非常之暗淡，做親嘅嘢都係負面嘅呢，我又唔會咁講。但係你話佢係咪非常之好？哇，前途一片光明啦！我暫時亦都未睇到。但係你話佢哋係咪完全一無是處？咁我諗我以上呢都提供到一啲足夠嘅資料，話到俾大家聽。實際上曼聯喺佢入主之前有啲咩問題？但同一時間佢亦都好努力做緊一啲人事嘅任命啦，做緊一啲開源節流嘅措施啦，去面對曼聯財務上面嘅困境、人事上面嘅困境。亦都話到俾我哋知道，即係唔係單純佢自己相信呢個 project， 亦都有啲有經驗嘅人係相信呢個 project 嘅。喺青訓上面，亦都係曼聯嘅傳統。佢有冇摒棄呢個傳統呢？都冇嘅，都見到係有一啲青訓嘅 recruitment 啦，譬如新嘅球員喺阿仙奴有啲青訓球員過咗嚟曼聯呢度，覺得喺曼聯咧更加大機會上到一隊。諸如此類嘅呢一啲操作咧，呢一啲安排同埋呢啲決定。我會暫時話，即係10分裏面可能都有6至7分啦。佢當然亦都有一啲好大嘅錯誤啦。咁我哋作為球迷嘅，只能夠話，即係希望呢啲錯誤唔好再發生啦。我未必覺得嚟緊嘅所有決定一定就會係啱晒啦，要錯嘅已經錯晒啦。咁但係我只能夠慢慢希望呢，佢做嘅決定啱嘅比錯嘅多，啱嘅可以更加多，錯嘅會更加少。咁呢個就比較理想嘅狀況啦。好，今日節目咧就嚟到呢一度，下一集再同大家再見。希望咧大家聽完呢一集第一集之後咧，可以俾啲 feedback 我，等我咧知道可以有啲咩地方可以改進。如果有朋友想幫手製作嘅話咧，都可以 DM 我啊。今集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多謝大家，下一集再見，拜拜。